在地人在地情来看婚林西地七坎武术文教育基金，为着要推广在地西艺西头的文化，特别甲西里镇、二仑乡、仑背乡、滚仔景的国小来合作，邀请专业的老师甲学生囡仔来做西头，要让学生更加了解在地七坎的文化。用黏土做西头，囡仔做甲真欢喜。西里七坎武术文教基金会甲西里镇安定国小合作，邀请老师到学校教这囡仔做西头，囡仔拢感觉真趣味。今天做石头还蛮好玩的，然后也想之后有机会再可以参加这个。石头是西螺七坎的文化之一，做了这个可以传承七坎的文化。这是甲文化部申请的艺术入校的计划，希望讲透过老师的指导，或者囡仔更加认捌在地艺术。校方嘛表示讲，新为西里七坎地区的学校将会继续传承七坎的文化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